為前程來着想，也應念下蒼生遭劫受殘，相隨無安良，還須多仰仗。君既有英雄肝膽，又豈無菩薩心英雄肝膽，係啊，菩薩心腸，係啊，係。我細微思言多感想，引教心靈無論受災殃，為國為民難推揚如何取捨為思量？將軍你不必思量啦。有道男兒應報國嘅，些微挫折即又何傷啊？倘君去自苦堅持，如何？我唯有長跪你嘅跟前，跪到個天放亮啦！哎呀，慢！你收我一拜，收我一拜，看出乜？你再收我一拜。信係丞相請起啊！丞相求言急快跪，韓信寧不奉領干領場，只旁為我簽言書，理想安和看吧。我看過了你一封書，冬蟲生花火，原來張子房早知你才幹，留下戰言書，何以你不早講啊？害得我落壓心壓無主，暗何命拜將與封侯，只願憑才幹，故把戰書收文，未有獻上。求
父